安大家好，我係中原海灣袁先生。今日我嚟到海灣呢個2座高層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咧，面積16、32萬，係啦，2樓嚟。發展商咧就係新鴻基嘅。一應俱全，足夠位放置一啲家私，甚至各方面嘅用品嘅，煮食嘅用品嘅，係啦。廁所方面，健康設計，有塊鏡啦，跟住洗手。賣點就係個露台啊！哇，有個咁嘅特色露台，即係大家工作起或者有煩惱壓力嗰陣時，都望下個景，心曠神怡啊！再遠少少，係啦，可以喺度食下煙、飲下酒，排解下壓力都得嘅。好，呢個內部單位情況就介紹完畢。如果你本人係對呢個單位有一個急切嘅住屋需要，請即刻通知聯絡我。我係中原裕海袁先生 ，WhatsApp 我9689-1528，9689-1528，9689-1528。好，多謝大家支持，再會，拜拜。